歡迎收睇由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廣播事務委員會製作嘅新生註冊日須知。請留意，註冊日將會喺8月11至13號舉行，但係新生需要按照 Notice of Offer 入邊所定明嘅指定日期同埋時段去到方樹全堂進行註冊。而完成咗校方嘅註冊程序之後，就係到學生會嘅註冊程序。新生喺拎到臨時會員證之後，就可以憑證前往報名參加迎新營。新生有3條路線可以前往方樹全堂。首先係火車站 A 出口，穿越 A 出口嘅天橋之後，就可以到達理大嘅校園平台。如果你係由紅隧搭巴士前往嘅，喺上咗天橋之後轉左，亦都可以到達同樣嘅位置。當日校園嘅地下會貼有路標，新生可以按照路標嘅指示前往註冊地點。除咗路標外，有蓋行人通道亦都掛有旗海，新生可以行有蓋行人通道前往註冊地點。落咗樓梯之後轉左一直行，出咗門口之後就係方樹全堂。因為當日火車站 A 出口嘅人流非常之多，新生亦都可以改行 D 出口，穿越行人天橋，一樣可以到達理工大學嘅平台。呢一條路線，新生需要行經 E Core、F Core， 然後去到 J Core 隔離嘅有蓋行人通道。而餘下嘅路線同路線1相同，而最後嘅路線，新生可以經由 A Core 進入校園平台。上咗樓梯之後，新生可以穿越空地，然後嚟到 F Core。餘下嘅路線同路線2相同。請留意，當日嘅註冊係分為2部分，首先係教務處嘅學位註冊。然之後先至會到學生會嘅會員註冊。如果對以上2個註冊程序有任何疑問嘅話，歡迎致電以下嘅電話查詢。如果想獲得更多有關學生會嘅迎新資訊，可以瀏覽freshman.su.polyu.edu.hk。